聳立於旺角嘅香港遊樂場協會麥花臣場館及醫館中心喺50年代成立。1953年9月7日，由香港第22任總督葛量洪爵士主持開幕，成為當年香港一大盛事。多年嚟，遊協呢兩個單位喺兒童福利、體育、文化同埋青少年服務上擔當住重要嘅角色。雖然我哋香港遊樂場協會喺人力資源同埋軟件上係不斷進步，以配合社會嘅步伐，但係50年代嘅設計等等，始終係未能夠配合現代嘅需要，所以協會喺2006年市區重建局啟動呢項事工，並成立一個麥花臣重建計劃嘅督導委員會負責跟進。麥花臣場館及醫館中心終於喺2008年10月結束歷史任務而拆卸，由九龍建業有限公司進行重建。重建計劃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，新大樓預期喺2012年最後一季落成。過程之中，除咗遊協嘅督導委員會、市區重建局同埋九龍建業嘅專業團隊之外，仲有好多顧問公司加入行列。我哋深信重建後嘅整個大樓一定可以令人哋眼前一亮，成為旺角嘅新地標。我哋將來嘅服務大樓咧，係會包括一個可以容納1800個座位、4面有觀眾席嘅現代化場館，一個約有120個座位、樓高5米嘅禮堂，仲有攀石場同埋歷健設施，將會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理想嘅舉辦文化、康體同埋培訓活動嘅場地。大樓裏邊仲有一個優才發展及交流中心，透過交流體驗、優才發展、義工服務、體藝文化培訓、公民教育等項目，致力為香港締造一個全人發展嘅平台。作為一個非牟利嘅青少年福利機構咧，香港遊樂場協會一直都係非常之關心青少年人喺各方面嘅需要嘅。我哋會喺大樓裏面咧係成立一個名為青蔥社企坊嘅社企計劃，為有需要嘅年輕人咧提供更多就業同埋創業嘅機會。2012年咧，麥花臣重建計劃咧就會完成㗎啦。將來咧就會好多個單位咧就會搬入去。你知道我哋香港遊樂場協會咧係有80年嘅歷史，我哋喺咁長嘅時間咧都係專為係市民嘅服務。我哋都好希望咧呢個麥花臣呢個重建計劃完成咗之後咧，我哋使到市民咧係有更加多咗嘅優質嘅服務嘅，呢個係我哋最主要嘅目的。我哋希望同廣大市民一齊為香港嘅未來而努力，為社會新一代創造理想嘅成長環境。